1858年6月13號，中國同俄國喺天津簽訂不平等條約。喺同一日，1944年，當時嘅納粹德國使用咗新型飛彈 V1 飛彈空襲倫敦。12年後，皇家馬德里以4-3擊敗咗法國嘅蘭斯，奪得首屆歐洲冠軍球會杯冠軍。喺返同一日，1966年，香港豪雨成災，50多人死亡，幾千人無家可歸，經濟損失達5000萬港元。喺1989年6月13日，中國公安部向全國發出通緝令，通緝高智聯學生領袖包括王丹、子玲及吾爾開希等10多人。究竟6月13日有咩特別呢？喺2007年嘅6月13日會發生咩事呢？呢個謎今日為大家揭開。Hi， 你哋好，我係謎嘅調查員 Michael 陳。今集我哋嚟一齊探討下6月13號之謎。6月13號喺一年裏邊嘅第164日，離開全年仲有201日。但係喺過往100年，喺6月13號發生過好多大嘅事情。咁究竟今年2007年6月13號會發生咩事呢？而家我手頭上有呢一個檔案，裏邊裝住咗呢個謎嘅答案。我哋而家就嚟一齊去解謎。齊賀你天生一對，恭祝啊的士你啊，同埋啊支持你啊，連生貴子，3年抱兩。你知唔知我手邊攞住嗰副係咩啊？佢唔係一副麻將咁簡單，佢係我哋最好嘅朋友啊！你而家要結婚啦，大個仔要生性啲啦，以後記得要蒲少啲，飲少啲酒，食少啲煙啊！但係千祈一定唔可以離棄我哋最好嘅朋友啊！你知道嘛 ？Anyway，take care。的前支持，恭喜晒！希望我 BB 女可以同你 BB 好似我哋咁成為好好嘅朋友。不過首先我哋一齊努力工作噃，因為養大小朋友以上400萬㗎，恭喜！謝謝支持，見到今日大喜日子，咁我就做個小巴戲啦，咁恭祝下大家嘅。咁其實咧，大家睇住我呢度有3張卡，係啦。咁咧分別3張卡係咩咧？其實今日啦，6月13號。呢張係咩啊？呢張卡係今日啦，6月13號。同埋消亡結婚你哋嘅大喜日子啦。咁但係呢3張卡咧，唔好睇少3張卡，一倒轉咗咧，就唔同嘅威力嘅。咁其實係咩咧？其實我哋祝你的士支持啦，喺今日6月13號呢個大喜日子裏邊，從今開始快樂一生。開心即係聽到你話你結婚，同埋你都其實你都好有計劃性嘅，我真係好求其以為你係好冇諗過嘅，但係估唔到你都 OK 嘅。咁其實冇乜嘢㗎，不過少個 friend，我諗可能你會自己出嚟玩㗎啦。少個 friend 冇咁大件事係嘛？少出嚟玩㗎啦，一定㗎啦。咁你而家希望大家你新婚愉快啦，咁啊。謎終於解開啦！2007年6月13號係的橋之前嘅結婚日子。我喺呢度祝呢對新人新婚愉快。